位家長，早晨，我係今日嘅司儀，低望班思文老師。我係今日嘅司儀，低信班余慧純媽媽。歡迎各位家長蒞臨出席聖公會慈光堂柯佩章幼稚園上學期散學禮暨基督少年軍第304分隊小綿羊立願禮。程序1：序樂。現在有請全體起立。恭請主禮嘉賓進場，有請風笛手楊伯文先生引領主禮嘉賓。真鐸小學陳德安校長、李慧敏總校長、陳敏莉校長、車品豪牧師、聖公會慈光堂朱美雲部長、聖公會慈光堂郭振光副部長、香港基督少年軍九龍東區區牧曹志文先生、香港基督少年軍九龍東區區副指揮官關顧黃世超先生、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部事工主任陳依樂女士。程序2：奏國歌，請各位肅立。請各位就座。慧純媽媽，我知道今日我哋嘅小朋友，佢哋都準備咗唔同嘅表演俾大家睇啊！冇錯啊，事不宜遲，有請我哋興趣班 K-pop 舞蹈組出場為我哋揭開序幕啦！有請 K-pop 小朋友。
再次以熱烈嘅掌聲送俾 K 科組嘅小朋友。現在請各位起立。現在恭請李慧敏總校長、陳敏利校長引領一眾嘉賓上台就座。請家長留意程序3讀經，程序4祈禱為宗教儀式，家長無需拍掌。程序3祈禱，恭請車品豪牧師上台為我哋祈禱。唔該，車牧師。請各位就座。讓我哋安靜，我哋同心祈禱，讓無上主嘅恩典繼續在我哋嘅當中。我哋今日天父，特別係今日又好嘅天氣，讓我哋享受係呢個嘅豐富嘅創造。同埋亦都係喺今日，我哋有個好豐富嘅歷程，又睇到小朋友嘅成長嘅片段，我哋都係感恩。求天父在我哋當中，與我哋同行，彼此嚟到響當中繼續仰望你嘅臨在，讓我哋有係分享呢份嘅喜悅。以上禱告，恭敬仰望，奉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唔該，車牧師。請各位就座。程序4讀經，恭請聖公會慈光堂朱美雲部長為我哋讀經。經文係記載喺新約聖經，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4章12節。你們年幼的也要順從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得前書5章5節。唔該，朱部長。請朱部長就座。程序5致歡迎詞，恭請李慧敏總校長為我哋致歡迎詞。有請李總校長。好，早晨咁多位家長。早晨。打下招呼先，再嚟一次先。早晨咁多位家長。早晨。哇，今次咧好有氣勢喎嚇。咁啊，今日我哋咧嚟到呢一度嚇，做我哋咧嘅散學禮。首先咧同我哋咧台上面嘅嘉賓打下招呼先，好嘛嚇？咁啊有啊曾鐸校長啊、陳德安校長，我哋俾啲掌聲陳校長啦。係啦。仲有咧，我哋咧慈光堂嘅牧師主任牧師嚇，車牧師，仲有我哋咧慈光堂傳道部部長朱美雲部長，仲有我哋咧副部長郭振剛先生。咁另外仲有啲咧着住制服嘅喎嚇，邊個家長嘅小朋友係小綿羊隊員啊？舉起手睇下先。係啦，如果咧第時你哋大個咗咧，可以咧繼續咧。好似咧台上邊我哋啲大哥哥大姐姐，佢哋咧唔係淨係小綿羊，可以咧再去到咧一個再高級嘅組別，出到嚟咧可以咧繼續服務我哋嘅即係社會嘅。咁啊台上邊嘅嘉賓咧，我哋都有我哋九龍東區指揮官黃世超先生係啦，我哋俾啲掌聲喎。亦都有咧陶志文先生嚇，上年我哋都見過佢噶，今年咧又再嚟支持我哋。仲有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部事工幹事陳依樂女士嚇，都係咧，我哋咧成日都會見到嘅。咁啊台上
上面好多嘉賓。咁今日咧，我哋咧都要咧真係再一次咧俾啲熱烈嘅掌聲，我哋台上面咁多嘅嘉賓嚇。除咗咧出席我哋嘅典禮，咁啊陳校長仲借咗咧呢個場地俾我哋作為典禮嘅表演場地，咁啊真係咧好多謝台上面嘅嘉賓。咁當然亦都唔少得台下面嘅每一位家長，你哋咧都好多時候咧有學校活動，你哋都會咧請假抽空去出席，甚至乎會咧擔任義工。好似今日我哋嘅司儀係咪啊？我哋都有一位咧家長咧同我哋咧今日做司儀，我哋都要俾啲掌聲，係啦，真係好好啊！我覺得我哋安培村嘅家長唔單止咧參與小朋友嘅活動，仲會咧經常嚟學校咧擔任一啲義工嘅工作。其實學校同埋家庭係真係需要咧大家一齊咧去攜手，去讓小朋友咧喺一個更加有愛、更加咧係同心合意嘅環境下面咧去成長嘅嚇。咁喺度咧都要咧再一次我哋俾掌聲，我哋台下面嘅嘉賓，台下面嘅家長嚟嘅嚇。咁咧今年咧其實安培張幼稚園咧都有好多創新喎。問下家長先，有咩創新啊？知唔知道？我哋嘅教學好多創新嘅喎，今年我哋用咗繪本教學，大家知唔知啊？知唔知道小朋友咧會咧用每一個主題咧，我哋唔係再用以前嘅教材套啦，我哋用咗一本故事書去同小朋友咧每個主題讀故事書，跟住咧就會引入好多唔同嘅活動。咁雖然短短5個月，我哋用咗呢個繪本教學，但係小朋友其實佢哋咧比我哋想象中學習嘅速度係快，亦都咧個成果係好大。因為小朋友佢哋對文字嗰一種嘅好奇心，嗰種嘅感染力咧，係比我哋想象中咧佢哋係快嘅。咁啊，我見到咧老師咧好用心。見到小朋友咧喺課室裏面一字一音指住本故事書，跟住本故事書嘅文字去朗讀，嚇，非常之大嘅成效，我哋睇到。咁所以繪本教學咧，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其實係唔單止令到佢哋對語言嗰種興趣係增強咗，亦都咧對佢哋一種嘅想像力啦，同小朋友之間嘅互動啦，亦都有好大嘅幫助。呢個就係我哋咧今年度咧喺繪本教學上面得出嘅成果嚇。咁另外仲有食農教育喎，大家有冇見到小朋友成日咧都會去整嘢食啊？有冇啊？你有冇試過小朋友整嘅嘢食啊？講下嚟聽下先，有咩啊？我見到有啲家長岌頭喎，整咗咩食啊？湯圓，仲有咧嚇？啫喱係，仲有咧？仲有冇？煲番茄湯啊，係咪啊？嚇，好多好多唔同嘅食物，我哋點解要咁做啊？其實咧都係好想咧小朋友真係親手由一粒種子開始嚇，去咧慢慢去栽培、去灌溉、去施肥，跟住會有收成嘅喎。收成之後點啊？原來收成之後可以製造美食嘅喎。佢哋唔係淨係單單喺街市裏面去睇到個番茄，原來番茄係可以由種子開始，要經過好多心機先至可以種到出嚟嘅。咁我哋就係希望透過食農教育，加埋我哋咧今年有24節氣嚇，教小朋友不時不食嚇，唔係時節嘅我哋唔食，係啱時節嘅我哋先食。知唔知最近嚟緊會係咩嘅24節氣啊？我聽到台上面有嘉賓答咗啦，知唔知啊家長？大寒啊，係啊，好叻啊你哋嚇！大寒要食啲乜嘢啊？我哋都會教小朋友嘅喎，大寒要保暖嘅喎，要食羊肉啦，食啲保暖嘅嘢啦，咁令身體咧可以咧感受到溫暖嘅。咁呢啲咧都係喺我哋日常嘅教學裏面去教俾小朋友，都好想咧家長你哋都會知道，讓小朋友咧佢哋可以喺一個咧親手製作、親手去種植，跟住咧整到美食出嚟。呢個教學方法，讓小朋友佢哋都可以從中感受整食物嘅樂趣嚇，亦都係一個生命教育咧一個好好嘅演繹嚟嘅嚇。呢個係第二個我哋嘅創新喎。第三個創新高班啊，高班嘅家長知唔知道今年有咩創新？係啊，哇！思華媽媽真係好叻嚇。雙語教學我哋今年高班嚇，有 Miss Via
同埋一個本地老師，即係一個外籍英語老師同一個本地老師去做班主任。小朋友咧喺整一個課堂裏面咧，都係由英文老師同埋我哋咧即係本地老師一齊去教學。所以咧喺一個咁豐富嘅語言環境下邊，小朋友咧係學習英語咧係好快脆，亦都係聽講呢一方面咧睇到佢哋好大嘅進步。咁呢個咧都係我哋喺安倍章裏面咧嘅一個課程裏面嘅創新嚇。咁其實安倍章我哋咧回想翻嚟咧，都已經咧有38年歷史啦，喺黃大仙區。你話長又唔長，但係話短又唔短喎，係咪啊？我哋咧好希望咧喺黃大仙區一路咧邁向40年，邁向50年。我都好相信，藉住我同埋陳校長，仲有咧一眾安倍章嘅團隊，佢哋滿有愛心，一齊咧用心咧去栽培小朋友咧。我相信我哋喺黃大仙區一樣咧，可以照亮到每一個幼兒教育，每一個咧小朋友。咁我哋咧陣間咧，其實頭先都睇到啦，有 K-pop 嘅表演係嘛？咁亦都會有小綿羊嘅立電禮，有唔同班級嘅表演，亦都當中好多小朋友會上嚟攞獎嘅。咁你哋坐喺下邊要做啲乜嘢啊？好叻喎！鼓掌啦！你睇到頭先小朋友出到場 rehearsal 嘅時候，我睇過個個都咧好醒目，企翻喺自己個位度。但係頭先點啊？掛住揾你哋啊！自己已經唔知道咧自己企邊個位，所以你哋好重要啊！俾小朋友知道你喺下邊支持佢哋，俾個手指公佢哋，俾啲熱烈嘅掌聲佢哋，讓佢哋咧喺台上邊表演嘅時候都感受到你哋台下邊俾佢嘅溫暖，好唔好啊？咁一陣間咧，相信咧家長你哋咧都會好欣賞，亦都咧好享受喺我哋今日上晝嘅節目當中。喺度咧，我都再次咧。多謝咁多位家長對安倍章一直以嚟嘅支持，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一同去攜手栽培到咧我哋嘅下一代嚇。我哋喺度咧都同大家咧去拜一個早年，祝大家咧就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新春滿日、主恩常在。多謝各位。唔該你總校長，請李校長就座。程序6致勉勵詞，請恭請陳德安校長為我哋致勉詞。有請陳校長。朱部長、李總校長、陳校長、黃部長嘅各位老師、各位嘉賓、各位家長，早晨。咁咧今日好高興啦，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啲勉勵嘅説話啦。大家會唔會覺得自己小朋友入咗幼稚園之後咧，成件事都好神奇？明明屋企好似咩都唔識，咩都唔做，返咗學校半個學期之後咧，好似成個人咧脫胎換骨，改變晒咁嘅。有冇呢個感覺咧？其實咧，我哋都要好感謝咧，其實就係幼稚園嘅老師啦。其實一路都係以嚟對我哋小朋友嘅關顧照顧。我小朋友咧今年都 K3 啦，嚟緊升小學啦。咁你會發覺咧，返到學校咧，同佢屋企咧完全兩個樣嘅。屋企咧叫極都好似唔係好喐咁嘅。三催四請啦，咁就周圍同佢講，佢周圍跑啦。返到學校咧，成個人咧好企得好四正。老師同你講，佢做嘢好快㗎，佢咧好有手尾，會執嘢㗎。跟住咧聽到唔係嘛，我個仔嚟咁，呢個係冇可能㗎。但係你會發覺原來就係返到學校就係咁神奇嘅事。其實就係我哋老師對佢哋嘅照顧、對佢嘅關懷，咁就令到佢哋咧，其實就係有好多平時你想像唔到嘅事情發生咗。佢哋喺學校嘅學習，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同家長講，相信學校老師多啲鼓勵佢哋喺學校度參與多啲唔同活動，咁咧其實對小朋友咧會有好大嘅得益。第二咧就係其實我哋成日都話我哋好照顧我哋小朋友，我哋好保護佢哋。咁但係變咗好多時候咧，我哋好多嘢唔敢俾佢試。我哋好中意佢哋每樣嘢都有成功感，都要成功。咁其實小朋友真係需要好多成功感。但係我哋有好怕咧，佢做一件事情做得唔好之後咧，佢唔開心。其實我成日都想同家長講就係話，每一件事情咧做嘅時候，有啲人會做得快啲，有啲人慢啲。但係其實你唔需要擔心小朋友係慢嗰個，慢唔係等於佢做得唔好。係可能有時佢啲未掌握到，有一啲可能佢未係了解到點做。
但係只要你鼓勵佢多啲去做，多啲嘗試，佢總會做到。我成日都同家長講，我哋試想個小朋友做一件事情，點解佢會做？你套翻落自己身上就知㗎。我成日都同嗰啲家長講就係話，你屋企而家要煮完餐飯，你老公翻嚟食，佢讚你煮得好，同你食完之後同你講，喂，煮成咁㗎，你個反應都會唔同係咪啊？佢讚你煮得好嗰晚，第二晚啲餸通常再好味啲、再豐富啲係咪？佢同你講，阿老婆都你煮成咁㗎，第二晚通常可能咧得碟菜就算啦，係咪啊？食就食，唔食就罷啦你。小朋友都係一樣，我哋多啲鼓勵佢、讚賞佢，就會覺得媽媽支持住我努力想做好俾人睇。但係當我哋不斷俾人彈、俾人話做得唔好，咁你就會想像小朋友就會逃避唔想做。所以我都希望鼓勵家長啦，多啲讚賞小朋友。可能佢未必做到最好，可能未如你心中覺得佢做到最好，可能佢唔夠隔離屋個仔咧，唔夠隔離陳師奶個表妹個表姐個細佬個仔咧，唔緊要嘅。每個人嘅照顧方法都唔同，但係我哋相信小朋友咧，只要喺你哋嘅保護、你哋嘅支持下啦，佢哋會成長得好好，成長得好快，佢哋會做到佢哋嘅目標。我哋唔好擔心佢呢刻跑得唔夠快，我哋希望佢跑得遠。我哋希望佢能夠跑到佢人生嘅終點，佢嘅目標。我哋希望佢唔係而家贏在起跑線，我哋希望佢能夠跑到終點。所以啦，今日除咗係我哋嘅小朋友上學期嘅一個散學禮之外咧，其實亦都係今日嘅小綿羊嘅立園禮，係咪啊？同學仔知唔知？各位家長知唔知小綿羊最聽邊個話㗎？知唔知啊？最聽牧羊人係咪啊？咁我哋人生嘅牧羊人知唔知係邊個？係我哋嘅天父，我哋嘅耶穌。咁所以啦，我哋咧希望啦，小朋友今日啦一啲小朋友成為咗小綿羊之後，立要成為小綿羊之後啦，我哋希望佢信靠上主啦，能夠聽到主天父嘅教導之外咧，亦都要聽爸爸媽媽嘅話。希望佢哋啦能夠好似小綿羊咁一樣咁聽話，聽住爸爸媽媽嘅指引、老師嘅指引啦，成為一個有用嘅人。另外啦，相親相愛，小綿羊聚埋一齊嘅，希望小朋友咧都能夠同小朋友互相關愛，互相一齊和洽相處，成為一個好嘅一個團隊嘅隊員。另外啦，亦都勇於嘗試，即使遇到唔會做嘅事咧，我哋都鼓勵小朋友盡力去參與，盡力去做。佢做得好，我哋俾掌聲佢；做得唔好，我哋繼續後面支持住佢，鼓勵佢繼續努力成長。咁結語啦，希望各位家長啦、小朋友啦，今日啦都係會見到小朋友係見證住小朋友成長啦。陣間我都相信有好多唔同嘅表演，我相信家長見到小朋友咧上台嘅時候咧都會興奮。咁啦，我都希望小朋友嚟緊咧喺安佩章嘅幼稚園學習嘅時候咧，能夠學識一個感恩嘅心啦，另外都有一個喜樂嘅心，能夠好安心安樂咁去面對住佢哋未來嘅挑戰。咁最後啦，祝願大家啦身體健康，每日都喺笑聲之下啦，見證住孩子嘅成長。多謝各位。我好多謝陳校長嘅分享，請陳校長就座。程序7，香港基督少年軍第304分隊立園禮。現在恭請車品豪隊目為我哋柯佩章幼稚園304分隊導師及隊員監誓。好，接下來係宣讀宗旨格言。
特別禮係分隊，各成員必須參與嘅儀式。各導師、隊員分別響隊伍同埋會眾面前嚟到公開立願，表示願意響香港基督少年軍分隊中盡上自己嘅本分同埋責任。導師立願。香港基督少年軍第304分隊嘅導師，你應認識自己嘅責任，以領袖嘅身份去領導隊員。你是否願意喺分隊中侍奉上帝，推行基督少年軍嘅宗旨，於青少人之間擴展基督嘅國度，同時幫助佢哋實踐服從、虔誠、守紀律以及慈愛等良好嘅行為，以達成基督化嘅人格呢？我願意。願上帝賜恩惠俾你，使你能篤信同埋持守所許諾嘅，在所做嘅工作上獲得成功。隊員立願。你哋作為基督少年軍嘅隊員，要了解本身嘅責任。你們是否願意遵守分隊嘅紀律，作少年軍嘅模範，並盡你嘅所能，全心全意去服務基督少年軍？願上帝賜力量俾你哋，使你在分隊中成為傑出嘅隊員和主耶穌基督嘅精兵。好，請車牧師就座。接落嚟係重唱香港基督少年軍隊歌《你撈可韻歌》。現在由小綿羊導師。再由小綿羊導師帶領小綿羊隊員在台上進行步操。
接落嚟係小綿羊頒獎，現在恭請香港基督少年軍九龍東區指揮官關顧黃世超先生頒發部勳章，有請黃世超先生。好，請小綿羊隊員余慧純代表接受獎章。好，請嘉賓與隊員代表拍照留念。好，接著落嚟係頒發明星章，請小綿羊隊員阮星賢代表接受獎章。好，請嘉賓與隊員代表拍照留念。好，接住落嚟係頒發紀律章。好，紀律章有請小綿羊隊員李若天代表接受獎章。好，請嘉賓同隊員代表拍照留念。接住落嚟係頒發優秀隊員獎章，有請小綿羊隊員馮麗穎代表接受獎章。好，請嘉賓同隊員代表拍照留念。恭喜各位所有得獎嘅小朋友，唔該黃世超先生。現在有請台上嘅嘉賓同我哋嘅小綿羊隊員一同拍照大合照。好，唔該晒各位嘉賓，請各位就座。現在有請車品豪牧師為我哋進行信息分享。我相信今日大家見到小朋友嘅成長都好雀躍，特別我相信時間過得好快，我哋已經係2026年。我唔知道咧係大家對於小朋友嘅成長你最着重嘅係啲咩嘢咧？固然喺我個年代或者係喺嗰個時間係都仍然好強調翻知識，又或者好多嘅學習。但我相信而家都係進一個另一個新嘅領域，特別係 AI。我相信咧，而家我哋隨手可得好多嘅知識，所以我哋嘅成長，我哋學習嘅模式已經唔同咗。咁所以而家其實係對於小朋友一個健康成長嘅經歷，有啲咩值得我哋關注嘅咧？因為我都有兩個女。因為當見到係嗰啲嘅係你嘅小朋友，都回想起我兩個女喺細個兒時嗰陣時，特別咧係我其中一個女咧就係、有一啲嘅經歷咧，特別喺幼稚嘅階段咧，係成為咗佢一啲好獨特嘅影響嘅。我相信大家都好着重小朋友健康啦，特別係食嘢啦，係咪？好想佢食得好，能夠係快高長大。
特別咧就係有一個經驗就係、當喺幼稚園嘅年代，我小朋友係讀全日班嘅，咁所以全日班咧就係會係有膳食啦。啲嘅老師啊或者姐姐都好想佢哋能夠有健康啊、有均衡嘅營養啊。不過喺當中咧有啲嘢係忽略咗，有陣時可能喺嗰段時間當中，俾到佢一啲嘅好唔健康嘅經歷嗰陣時，係影響咗佢一啲嘅地方。我其中一個女佢喺嗰個時間，特別係你知係全日班有膳食嘅時候，佢哋好想佢食晒佢哋要期望佢食嘅嘢。不過原來咧佢哋嘅表達嘅方式，又或者令到佢當時係有一啲好唔健康嘅經歷。呢度咧我而家其中一個女咧，佢唔食粟米嘅，因為點解？就係當時佢有個好唔開心嘅經歷。而佢見到粟米就有翻當時喺幼稚園嗰種嘅膳食嗰種嘅負面嘅感覺。我相信咧，而家一段我哋好強調，其實你哋都陪住小朋友成長，可能咧都重要就係咧，讓佢喺成長過程當中，因為細嘅時候有啲好健康成長嘅經歷，千祈唔好俾佢有一啲嘅創傷，甚至當我哋做輔導嗰陣時。有陣時我哋發覺到有一個觀念叫原生家庭，又或者係響細個時代有啲嘅影響，如果係唔健康嘅話，係影響佢嘅一生。所以呢啲我哋值得去留意，都盼望到俾大家少少嘅鼓勵啦，或者係少少嘅分享，讓大家都係留意佢呢個時間嘅唔同嘅經歷，特別係俾佢多啲正能量、正向價值同埋健康成長嘅經歷，呢個係重要過。你係喺當時好想達到你嘅目的，做你好想做嘅嘢，可能係本末倒置。特別當我係喺事奉嘅當中，留意到原來喺係學生或者小朋友成長嘅歷程，有啲影響佢往後佢嘅人生嘅方向。特別我知道我哋呢度係一個嘅係基督教嘅學校，特別我哋喺呢個嘅幼稚園當中，都係有一個基督嘅價值。甚至頭先我哋係小苗苗立園禮都係基督少年軍，好強調係一個信仰嘅歷程。特別我遇到係有好多嘅個案，好多嘅情況，到有啲嘅係人成長到去某個階段裏邊，佢遇到人生嘅挫折，好多個困難嘅時間裏邊，因為佢喺成長嘅過程當中有一啲好重要嘅經歷，就係在佢學校當中，在學校當中佢哋經驗到信仰嘅影響。喺當時可能佢未必知道係乜嘢，又喺當時佢未必能夠掌握，甚至進入呢個信仰嘅群體。但到當佢人生一刻裏邊，佢開始經歷感覺到佢當時兒時一個好重要嘅經歷，要佢翻到教會嘅當中，最終改變咗佢嘅一生。特別唔知在當中有冇啲係嚟自信仰嘅群體啦。特別咧就喺我哋嘅信仰群體當中係特別我哋嘅上主耶穌基督曾經亦都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傳道，佢嚟到去門徒嚟到分享嗰時，當佢呼召門徒嗰陣時，佢亦都好強調呢個過程，你來看，英文叫 come and see， 意思咩話咧？係讓你有一個好重要嘅經歷，係透過經歷你能夠知道裏面嘅豐富嘅地方。到我哋今日到彼此嘅分享，希望今日你帶小朋友嚟到呢個嘅基督教嘅學校當中，希望都讓佢有一個好好嘅經歷，同時亦都係讓佢能夠在上主日當中嚟到帶領佢人生一個正向嘅價值，亦都去讓佢往後裏邊每到人生任何嘅挫折，最重要嘅唔係我哋學習嘅知識，最重要就係能夠經歷一個好重要豐富嘅體驗。呢個體驗係讓佢一生能夠成為佢自保，反而係小心避免咗一啲唔健康嘅經歷影響佢嘅一生。願主祝福大家。好多謝聽嘅分享。現在正式宣布香港基督少年軍第304分隊立院禮禮成。感謝各位嘉賓協助。程序8頒發獎項。喺過去嘅聖誕月，我哋邀請咗家長同小朋友參加聖誕親子立體藝術創作比賽，大家都好踴躍參與。現在恭請朱美雲部長頒發
聖誕親子立體藝術創作比賽得獎者。好，得獎者為冠軍小幼班袁柏瑞、亞軍高進班文奕希、馮麗穎、季軍小幼班黃日朗。請得獎小朋友接受獎狀。好，請嘉賓同小朋友拍照留念。再次恭喜各位得獎嘅小朋友。好，唔該晒朱部長。現在恭請郭振剛副部長頒發聖誕親子立體藝術創作比賽獎項，得獎者為幼兒獎高巴、阮星賢、鄧峰、陳志平，低信班黃月飛，幼兒班李善彤，小幼班何子賢。請得獎小朋友接受獎項。請嘉賓同小朋友拍照留念。恭喜各位得獎嘅小朋友，唔該郭副部長。經過半年嘅努力，小朋友喺老師、家長嘅悉心教導下茁壯成長。為咗鼓勵各班成績優異嘅小朋友，同埋肯定佢哋嘅努力，期望佢哋喺以後嘅日子繼續加油。我哋準備咗以下嘅獎項。現在恭請真鐸小學陳德安校長頒獎。請李慧敏總校長、陳敏莉校長陪同。首先頒發嘅係卓越勤學獎，得獎者為高班詹家月、小幼班鄧舒韻、低信班陳柏浩、幼兒班張嘉仁、低望班廖俊廷。請得獎小朋友接受獎狀。好，請嘉賓同小朋友拍照留念。恭喜各位得獎嘅小朋友。請陳德安校長、李慧敏總校長、陳敏莉校長繼續為我哋頒發優良勤學獎。得獎者為高班陸雅茹、小幼班李健希、低信班梁柏欣、幼兒班黃月飛、低望班劉俊君。請得獎小朋友接受獎項。由於李健希小朋友因事未能出席，稍後我哋會將獎狀交返俾小朋友。請嘉賓同小朋友拍照留念。恭喜各位得獎嘅小朋友。接住落嚟係會頒發良好勤學獎，得獎者為高班林思華、
小友班温子旭，低信班何欣如，幼兒班余子奕，低望班李子玲。請得獎小朋友接受獎項。好，請嘉賓同小朋友拍照留念。好，恭喜晒各位得獎嘅小朋友。接住落嚟係頒發操行獎，得獎者為高班黎欣琪、小幼班何子賢、高班張子希、幼兒班李善彤、低信班楊子喬、低望班陳宇飛。請得獎小朋友接受獎項。請嘉賓同小朋友拍照留念。恭喜各位得獎嘅小朋友。接住落嚟係會頒發創意獎，得獎者為高班周龍希、小幼班黃日朗、高班李海晴、幼兒班姚瑞強、低信班黃月飛、低望班關樂飛。好，恭喜各位得獎嘅小朋友。最後係頒發音樂獎，得獎者為高班蘇信如、小幼班卓月彤、高班馮麗穎、幼兒班鄧千文、低信班黃月晴、低望班余千晴。請嘉賓同小朋友拍照留念。恭喜各位得獎嘅小朋友。唔該陳德安校長，有請陳校長就座。請李總校長、陳校長繼續留步。程序9，頒發校外獎項。喺12月，我哋學校有幾位高班嘅小朋友參加咗黃大仙區幼稚園數學比賽，當日佢哋嘅出色表現獲得優異嘅成績。現請李總校長、香港基督少年軍九龍工區區牧陶志文先生頒發獎項俾我哋嘅小朋友。首先係由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主辦2025年度博德數學家喺個人賽中，高班鄧峰、文奕希同時獲得3等獎。而喺團體賽當中，利雅妍、龍巧晴、李海晴、李若天同埋陸雅媛獲得優異獎。咁大家俾熱烈嘅掌聲我哋嘅小朋友。好，請嘉賓同小朋友拍照留念。好，恭喜各位得獎嘅小朋友。另外，由聖博德學校主辦人民愛物硬筆書法比賽2025，
冠軍詹家月，亞軍龔海業，季軍林思華，殿軍周龍希，優異獎李雅賢、陸雅瑜。要寫出一手好字真係好唔容易啊！小朋友必須具備耐性同埋良好嘅專注力，先能夠寫到字體端正嘅一手好字。請大家再次俾熱烈嘅掌聲，鼓勵一下我哋得獎嘅小朋友啦！請嘉賓同小朋友拍照留念。恭喜各位得獎嘅小朋友！最後由黃大仙天主教小學主辦嘅黃大仙區內幼稚園數學比賽團體賽獲得殿軍林思華，同時獲得個人賽一等獎；方子森同時獲得個人賽一等獎；陸雅瑜同時獲得個人賽一等獎；龍巧晴同時獲得個人賽三等獎。小朋友嘅表現真係好出色啊！請大家俾熱烈嘅掌聲，我哋嘅小朋友。另外，以上4位小朋友同時獲得黃大仙區內幼稚園英文書法比賽獲得2等獎。另外，仲有陳燕雲、李若天同李雅賢獲得英文書法比賽2等獎。而詹家月喺黃大仙區內幼稚園英文書法比賽獲得1等獎，恭喜各位得獎嘅小朋友！請嘉賓同小朋友拍照留念。恭喜各位得獎嘅小朋友！請陶志文先生就座。程序10諮詢紀念品，有請李慧敏總校長、陳敏利校長諮詢紀念品，以感謝各位嘉賓百忙之中抽空出席我哋嘅頒獎典禮。現在恭請陳德安校長到台前接受紀念品。好，請嘉賓拍照留念。好多謝陳德安校長借出典禮嘅場地，令我哋今日能夠順利舉行上學期散學禮，以及香港基督少年軍第304分隊小田養納月禮。恭請基督少年軍九龍東區區牧陶志文先生到台前接受紀念品。請嘉賓拍照留念。唔該，陶志文先生，請陶先生就座。現在恭請基督少年軍九龍東區區副指揮官關顧黃世超先生到台前接受紀念品。唔該，黃世超先生，請黃先生就座。現在恭請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部事工主任陳依樂女士到台前接受紀念品。
請嘉賓拍照留念。唔該陳依樂女士，請陳女士就座。唔該李慧敏總校長、陳敏利校長，請李總校長先行就座，陳校長繼續留步。程序11致謝詞，恭請陳敏利校長為我哋致謝詞，有請陳校長。好，陳校長、李總校長、車牧師、朱部長、郭副部長、土 Sir、黃 Sir、依樂，你好。楊 Sir， 早晨，大家家長早晨。早晨。哇，多謝你哋嘅支持啊！今日咧天氣好好啊嚇，陽光普照，天朗氣清。有冇留意新聞？有冇留意天氣報告？下個禮拜轉涼啦。係咪啊？大寒嚟到啦，係咪啊？今日咁好天氣咧，其實咧真係好感恩嘅一件事情。就好似我哋天父嘅恩典咧，一直都係圍繞住我哋柯佩璋幼稚園嘅校園，一直咧係灌溉住我哋每一個嘅小朋友同埋你哋嘅家庭。好，咁我問一問家長，最近咧城中熱話。大家都喺度談論緊一套戲，有冇睇啊？係啦，有家長講咗出嚟啦，《尋秦記》嗰套戲。我無論有冇睇呢套戲，又或者你哋有冇睇翻25年前嗰40集嘅劇集，都有係咪啊？我都有喎，陳校長都有喎。今日我哋唔係喺度談論緊呢套戲點樣拍，邊一位女主角可以咧保養佢個容顏，可以25年都係凍齡。我哋唔係談論呢啲，因為每一個人睇一套戲咧，都會有唔同嘅感受。陳校長咧，其實我已經咧睇咗呢套戲，亦都咧趁住聖誕假嘅時候睇埋嗰40集嘅劇集，煲翻咗啦。咁咧呢個都係我哋25年嘅集體回憶。咁我哋睇完之後咧，每個人都會有啲嘅感受啦。我自己都有一啲嘅感覺，大家都唔同。咁我自己就係睇翻完之後咧，因為呢套戲個重心係講緊穿越啊嘛。咁我就諗，如果我真係有一個穿越嘅能力咧，我會翻去邊一個時代，或者翻去邊個時間咧？咁我又冇咁偉大，會翻去即係以前嘅歷史裏面去改寫咗一啲嘅歷史啦。咁我就諗喺我個腦海裏面咧，印象比較依稀啲嘅時間咧，係幼稚園嘅階段。我相信好多家長你哋都會係喺6至8歲前嘅印象係好模糊嘅，我都係比較唔係好清楚。但係咧，我有一個比較整全啲嘅畫面，就係我喺幼稚園係一個好曳嘅小朋友嚟㗎，睇唔睇得出啊？睇唔出啊！笑啊！爸爸喺度笑我，我好曳㗎，即係咧唔係好多老師好愛錫嘅一個嘅小朋友啦，好曳，因為好百厭。咁樣嘅印象裏面，幼稚園嗰個嘅picture 咧，就係要去表演，好似今日咁樣有個表演係節奏樂。咁啊節奏樂好多小朋友一齊有三角啊，有鼓啊，有其他嘅搖鈴啊、搖鼓嘅樂器打啦。乖嘅小朋友咧就可以跟到老師啲節奏啊，叮叮叮一下一下嘅拍子，去安排唔同嘅角色位置俾佢哋去做呢個節奏樂。我咧都有份出場，我個部分咧就係臨結尾嗰一下 boom 就係呢一下嘅啫，即係代表乜嘢咧？因為可能我都唔係好專注，跟唔到啲拍子，但係我都有份出場。咁呢一個畫面我都好即係比較深刻少少。仲有另外一個畫面就係喺出場之前咧，我哋啲小朋友咧就要去排隊，2位老師喺老師嗰度，第一位老師就排隊化妝化眼影，另外一位老師咧就搽個唇膏，咁我就照排隊嚇。咁呢一個就係我喺幼稚園裏面咧比較咧清晰少少嘅一啲嘅印象。即係如果我有一個穿越能力咧，我好想翻去多謝嗰2位老師，因為咧我都想同佢哋講咧，你當日教嗰個曳嘅小朋友嚇，
打折就我最後一下先俾我打嗰個部分。我想話俾佢聽，今日我有呢一個嘅成就，或者我喺呢一間學校同你哋一樣，好似咧以前你咁有愛心，咁肯定小朋友嘅表現。無論佢點樣，你都俾佢有台上嘅演出機會。我希望如果有呢個能力，我可以穿越翻去多謝佢兩位。咁我之前都係喺聖公會幼稚園畢業，我翻過去呢一間學校。呢間學校咧，兩位老師都唔再係喺裏面嘅工作。咁如果真係我有一個能力嘅話，我就會咁樣做。咁所以咧，呢一度咧就係我講緊咧，即係我點樣去答謝以前嘅老師。今日我哋嘅小朋友喺台上面嘅表演，家長你哋一陣間可以幫我哋影多啲相，做多啲紀念，做多啲咧留翻多少少嘅一啲嘅小朋友嘅video 啊，或者係相片，等佢哋將來大個嘅時候都認得翻。我會將幼稚園嘅老師有時間嘅時候可以翻嚟答謝翻我哋嘅老師。咁如果家長有陣時咧，你會喺放學嘅時間，有好多我哋嘅畢業生都會翻嚟咧去攬下我哋嘅老師啦。尤其是今日都係，今日我哋都見到好多咧，我哋學校嘅畢業生由1年班、2年班、3年班、4年班、5年班嘅都有喺呢一度。咁呢一啲嘅同學咧，都係我哋柯佩璋幼稚園老師栽培出嚟嘅。咁咧就今日啦，我哋即係穿越翻嚟今日啦。今日咧，我哋要好多謝陳德安校長借出呢一個咁美麗寬敞嘅禮堂，我哋先至能夠係整個嘅活動咧能夠順利舉行。多謝陳校長。仲有我哋要多謝基督士聯軍啦。我哋制服團隊嘅成員有土 Sir、黃 Sir、伊樂導師，有楊 Sir， 仲有咧佩文導師，都係喺我哋嘅彩排練習當中咧去訓練我哋嘅小朋友。再俾掌聲我哋嘅制服團隊基督士聯軍，車牧師、朱部長、郭副部長，多謝你哋一直以嚟咧支持住我哋柯佩璋幼稚園所有嘅活動嘅，無論我哋喺每個月嘅生日會、媽媽鬆一鬆。喜樂福音園地，甚至乎咧一啲嘅節日活動咧，你哋都會嚟學校咧同我哋家長做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我哋間學校好多好有基督嘅愛係喺裏面，多謝你哋支持。有冇能力仲有嘅？頭先咧總校長多謝咗純純媽媽，係我哋今日嘅義工家長。仲有咧我哋俾掌聲純純媽媽。仲有2位家長喺台下面攝影工作嘅就係宇飛爸爸，多謝你；欣琪爸爸，多謝你。今日我哋有3位義工家長咧協助我哋活動。除此之外，仲有我哋平時喺活動裏面咧好多義工家長嚟幫忙過嘅咁開放日啦家長義工嚟幫忙啦。我哋去比賽表演有唔同嘅家長嚟幫小朋友化妝set 頭去參觀嘅時候，啲家長咧幫我哋照顧住小朋友嘅，同我哋上車落車嘅時候都好照顧周到，好驚佢哋會跌親等等維持秩序。咁我都希望咧呢個時間都多謝你哋一直以嚟咧支持住柯佩璋嘅所有嘅活動。仲有今日咧，我哋嘅活動咁順利舉行咧，一定要多謝我哋柯佩璋幼稚園上下所有嘅老師教職員。請你哋俾掌聲我哋嘅老師。唔夠喎，因為咧今日嘅活動嘅籌備統籌係思敏老師同埋美寶老師，我哋俾掌聲歡呼聲。好，歡呼聲嘅不斷嘅咁咧思敏老師咧踏入2026年。大家都知啦，有家長笑啦，大家都知道，佢進入一個好幸福、好甜蜜嘅一年。喺呢度咧，我哋咧為住思敏老師組織一個新家庭。聖經裏面講要與丈夫咧與人成為一體，組織一個新家庭。我哋一齊俾大力歡呼聲、掌聲。好有愛。好，仲要咧，我哋仲有我哋多謝咧天父，上帝天父啦，一直以嚟咧，真係所有嘅平安喜樂，我哋嘅愛咧，常都係充滿住我哋柯佩璋幼稚園嘅，將榮耀頌讚都歸於天父。多謝大家。好多謝陳校長回應嘅祝福。現在有請李總校長同陳敏莉校長與一眾嘉賓到台下就座，
欣賞本校各級學生嘅表演。程序12遊藝節目，好開心可以見證高班同低班嘅哥哥姐姐成為小綿羊嘅一員。我相信台下各位家長同我哋都一樣欣賞佢哋嘅。我哋再次以熱烈嘅掌聲鼓勵一下各位小綿羊嘅隊員啦！慧純媽媽，頭先 K-pop 舞蹈組嘅表演真係好精彩啊！我相信各位一定好想繼續再睇其他表演啊！嗱，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歡迎幼兒班，為我哋大家帶來耶穌大追蹤。等我哋一齊跟住耶穌嘅步伐，追隨耶穌嘅愛同埋光明。有請幼兒班，我哋俾多啲掌聲鼓勵一下 K1 咁細個嘅小朋友啦！Ready? Let's go! 耶穌他給我很多很多愛，耶穌他給我寶貝的救恩，讓我追蹤他，say thank you thank you，讓我追蹤他，想請他來我嘅食晚餐。我跑到東邊西邊都可找到他個人，北極南極天黑都要揾，東邊西邊都可找到他個人，北極南極他都跟我心生人。耶穌他給我很多很多愛，耶穌他給我寶貝的救恩，讓我追蹤他，say thank you thank you，讓我追蹤他，想請他來我嘅食晚餐。我跑到東邊西邊都可找到他個人，北極南極天黑都要揾，東邊西邊都可找到他個人，北極南極他都跟我心生人。Hey, come o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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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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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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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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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Yeah! 我跑到東邊西邊都可找到他個人，北極南極天黑都要揾，東邊西邊都可找到他個人，北極南極他都跟我心生人。哇，好精彩啊！多謝幼兒班小朋友為我哋帶來可愛活潑嘅表演，相信大家都能夠從高中感受到天父對我哋嘅愛，感謝天父一直對佢哋嘅拖帶同埋愛護。接下來出場嘅係我哋充滿創意嘅高班小朋友，佢哋將以美好嘅創造為主題，帶我哋欣賞神奇又美麗嘅世界。
感受上帝奇妙嘅創造之功。有請高班嘅小朋友為我哋帶來美好的創造。表現真係好精彩啊，好出色啊！佢哋用舞蹈同埋笑容，等我哋睇到神嘅創造係幾咁靚，幾咁奇妙啊！接住落嚟出場嘅係 P.A. 小朋友，佢哋會聯同爸爸媽媽一齊表演，為我哋帶來溫馨感人嘅詩歌舞蹈。抱抱媽咪，親親爹哋，等我哋一齊感受佢哋對爸爸媽媽無限嘅愛同埋感謝。
信咁細個小朋友企喺台上面，佢哋一定會好緊張㗎啦。咁我請在座各位家長都俾啲掌聲鼓勵一下呢班小朋友。真係好可愛啊！M 班嘅小朋友，M 班嘅小朋友同爸爸媽媽嘅演出溫暖咗我哋每一個心，相信各位爸爸媽媽一定好感動啦。接住落嚟為我哋壓軸出場嘅係低班小朋友，佢哋帶來一首充滿力量同埋勇氣嘅詩歌舞蹈《我強》，等我哋一齊見證住佢哋嘅成長同埋堅強，為我哋打氣。
嘅小朋友嘅表演真係太有力量啦！佢哋每一個動作都展現出堅定同埋自信，等我哋睇到佢喺神嘅愛護中茁壯成長。俾多啲熱烈嘅掌聲俾小朋友啦！開心嘅時間過得真係好快啊！話咁快，各班已經表演完畢啦。啱啱睇到每一位小朋友對節奏掌握得非常之好，身體因應節奏唔同嘅音樂而作出轉動。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佢哋嘅投入嘅演出同埋出色嘅表現。我哋再一次以熱烈嘅掌聲鼓勵我哋每一位台上每一位表演嘅小朋友啦！除此之外，老師亦都係勞苦功高㗎，我哋都要俾熱烈嘅掌聲，多謝一班老師。大家係咪好想再一次見到你哋嘅小朋友再次出場呢？程序13大合唱，話咁快就差唔多嚟到活動嘅尾聲啦。現在有請小幼班、幼兒班、低班、高班所有嘅小朋友一同重唱詩歌《讚美的孩子最美樂》，祈求天父繼續保守引領每位小綿羊隊員、柯佩章幼稚園小朋友及眾多嘅來賓，願主嘅愛常常圍繞大家，常常喜樂。
大合唱嘅表演係咪真係好精彩呢？好啦，而家程序14，嘉賓離場。請風笛手楊伯文先生引領各位嘉賓先行離場。請各位起立。衷心感謝各位嘉賓同家長百忙之中抽空出席上學期散學禮暨基督少年軍第304分隊小綿羊立月禮，為我哋嘅典禮留下一個圓滿嘅句號。現在請家長繼續安坐在座位上。